来看新北市开12亿整理棒球场哦，最近完工，这棒嘛准备要来接比赛咯。昨新北市议会全部议员拢到球场，针对因之前提出的安全问题，现场来了解。新北市棒球场经过2年外重新整修，后礼拜特别开始进行比赛。不过开放进前，有人反映讲球场的安全性可能有问题。经过改善，13天，新北市议会议长带队，所有议员拢来到棒球场勘查。职棒的赛程呢，也都是在4月跟10月的时候开打的。那许多赛事就是因为常常午后的一阵雨哦，然后积水不退，所以没有办法开打。球来了，对，接，然后这样。刚好掉下去啊！那个接球的速度很快啊，掉下去那怎么办？市府指出，进前较有问题排水沟坎，目前拢已经出塑胶珠、甲人工草皮啊，加强安全。外野的部分嘛，重新加深油漆的色水，希望提供球员更加安全的环境。排水的部分，我们有做了相关的一个测试哦，在排水部分，球场的方向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因应下雨或者是雨势的一个排放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在球员的安全性的部分我们在那个排水的设施的部分也已经加上了人工草皮跟软垫的部分，也请了相关的球员以及中职的场地这边有去做了一个测试。有议员讲，新竹棒球场整修工程总共开了12亿，品质应该真好，而且专业。但正式比赛开始，会继续关心，因为球员参球迷的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